喺今早嘅崇拜當中，我哋先讀一段嘅經文，係記載喺馬可福音第5章21至34節。耶穌坐船又到那邊去，就有許多人到他那裏聚集。他正在海邊上，有一個管會堂的人，名叫睚魯，來見耶穌，就俯伏在他嘅腳前，再三地求他說：我的小女兒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癒，得以活了。耶穌就和他同去，有許多人跟隨，擁擠他。有一個女人患了12年的血流，在好些醫生手裏受了許多的苦，又花盡了她所有的，一點也不見好，病勢反倒更重了。他聽見耶穌的事，就從後頭來，站在眾人中間，摸耶穌的衣裳，意思說：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癒。於是他的血流的源頭立刻乾了，他便覺得身上嘅災病好了。耶穌頓時心裏覺得有能力從自己身上出去，就在眾人中間轉過來說：誰摸我的衣裳？門徒對他說：你看眾人擁擠你，還說誰摸我嗎？耶穌周圍觀看，要見做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懼戰驚，來俯伏在耶穌嘅跟前，將實情全告訴他。耶穌對她說：女兒，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災病痊癒了。今天所讀嘅經文喺某個程度上都係反映出我哋好多嘅人所經歷嘅痛苦同埋創傷，又俾我哋睇見神喺我哋生命所帶嚟嘅醫治。嗱，講到生命嘅創傷，有套影片咧係相當嘅寫實，好似就係好多人嘅生命嘅縮影咁樣。喺早陣子，我有機會咧睇一套南非嘅影片，叫做《昨天》（Yesterday）。呢套嘅影片咧曾經係入圍過咧奧斯卡最佳外語片。Yesterday 係講一位年輕嘅南非女子嘅故事，佢個名就叫 Yesterday 咯，昨天。佢嘅丈夫喺外地打工，一年咧係翻嚟幾次嘅啫。丈夫喺外邊咧係感染咗愛滋病，傳咗俾 Yesterday。呢個女子就喺患病嘅當中，要奮力嘅照顧佢嘅女兒，叫美麗 Beauty。Yesterday 嘅故事其實可以話係好多嘅當地嘅女士嗰個故事嘅悲劇嘅縮影。同 Yesterday 一樣，當地嘅女人係每日要走好長嘅路去攞水，攞到水之後就係咧用個頭頂住個水罐行翻屋企。佢哋為咗睇醫生嘅緣故，要行2個鐘頭至去睇醫生，唔知見唔見到醫生。佢哋嘅丈夫喺城外面工作，一年翻嚟幾次嘅啫。有一啲嘅女人喺佢哋嘅丈夫嗰度係惹到愛滋病毒。無數嘅孩子好似美麗 Beauty 一樣，要面對爸爸媽媽離世嘅事實，嗰種留下嚟嘅創傷，成為孤兒。我哋同一切，我哋能夠瞥見喺世間上無數嘅創傷、貧窮、暴力、持續嘅歧視、戰爭所帶嚟嘅創傷。嚟到近啲嘅地方，我哋同樣見到香港大大小小嘅社會嘅問題喺度交織埋一齊，有好多嘅天災人禍。舊年11月26號大埔嘅火災，叫我哋仍然今天諗起都會心痛嘅。喪親者、幸存者、前線嘅救援人員同埋市民，好似我哋咁樣，多多少少都面對呢種
創傷後壓力症呢種嘅創傷。喺幾年之間，我哋每個人確實有不同嘅生命嘅歷程，經歷住不同嘅生命嘅創傷。我哋患病，家人患病離世，我哋嘅心靈患病，人喺度傷害人，人喜歡欺善怕惡，人用舌頭同埋暴力傷害別人，甚至要摧毀別人。呢種種嘅情況就帶嚟種種生命嘅創傷。面對一切，我哋點樣去面對生命嘅創傷呢？我哋可以喺今日嘅經文當中揾到一啲線索，就讓我哋同心嘅去禱告。親愛主，我哋愛你。如今我哋繼續係要去細味你嘅話語，求聖靈喺我哋當中。因此我哋變得聰明，有你俾我哋嘅智慧，就讓我哋聽得見、記得到、繼續嘅遵行，有你聖靈嘅同在，明白到你喺我哋生命當中何等嘅寶貴，何等嘅重要。我哋同心向你去呼求，多謝你聽我哋嘅禱告。我哋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名字求，阿門。嗱，今日所讀嘅經文咧，大家知唔知道？其實係喺上次11月1日嘅引用過嘅經文嘅例子。嗱，呢個故事開始就係睚魯係去揾耶穌去求助。睚魯係會堂嘅主管，去揾耶穌係求耶穌醫治佢嗰位病重嘅12歲嘅女孩子，佢個女。耶穌答應咗，於是睚魯同埋佢隨從就帶住耶穌基督趕去要醫自己嘅女兒。喺途中，一位患咗12年血漏病嘅女子突然出現，佢係持續出血㗎，血漏帶嚟貧血、體弱、不育呢啲嘅問題。喺社會當中，血漏嘅人係被看為不潔㗎，佢接觸嘅東西都變得好似污糟邋遢咁樣㗎，所以周圍嘅人會遺棄佢、鄙視佢。並且就係佢喺靈性方面好似都要同神隔絕咁樣，因為不潔嘅人係唔能夠去到聖所嗰度去敬拜，所以一切嘅事情都造成佢生命嘅創傷。因為呢啲嘅創傷，佢長期係要尋求醫治，佢嘅病從來冇好轉過。更加論盡嘅就係用晒所有嘅財產，所以最後嘅盼望就寄託喺耶穌基督。同當時嘅人嘅信念一樣，就係只要揾到一位嘅聖人，呢位聖人嘅袍子，佢嘅衣物係可以帶嚟一啲嘅神秘嘅力量。只要病人摸到呢個聖人嘅袍子，就可以得到醫治㗎啦。所以佢聽聞耶穌基督就係一位嘅聖人，佢希望耶穌基督嘅袍子外衣具有醫治嘅能力。但係佢又知道咁樣做係要付上生命嘅代價，因為假如有人發現佢摸耶穌基督嘅袍同埋外衣嘅話，佢會被石頭打死。按照當時候猶太文化嘅理解，一個患血漏嘅人摸一個非親非故、非親屬嘅男子嘅話，係違反咗宗教同埋文化嘅規範。但係觸摸耶穌係佢唯一嘅盼望，所以無論點樣，佢就帶住咁樣嘅盼望擠過人群，要摸耶穌基督嘅衣裳。佢真係擠過咗人群，真係摸到耶穌基督嘅衣裳。哇！嗰時出血嗰個問題立即終止，於是佢嗱臨要離開。耶穌基督喺個時候體會到有人拉佢件衫，發覺佢嘅能力喺身上流咗出嚟，於是停低轉身就對門徒話：誰摸我的衣裳？當時門徒係唔明白㗎，唔明白耶穌基督點解問埋啲咁奇怪嘅問題。誰摸我嘅衣裳？
對佢哋嚟講，人群擠喺我哋嘅周圍，彼此偶爾間碰撞一下，點解咁大驚小怪呢？就係呢個時刻，就係故事嘅高潮。耶穌基督堅定嘅要尋找呢一位觸摸衣服嘅人，去審視周圍嘅人。佢留意到一張嘅面孔，呢個女人發現耶穌基督望住佢，被發現啦，知道，於是去到耶穌嘅跟前去蹲下。佢同耶穌基督道歉，佢道歉嘅時候，佢聲音係顫抖嘅。佢坦白講出佢生命嘅故事，就係12年出血嘅故事，就係12年創傷嘅故事。12年嚟，佢睇過無數嘅醫生，並且用過每一種嘅治療嘅方式，用晒所有嘅錢，情況係冇改變嘅。佢唔能夠自己醫到自己，自己揾唔到方法醫到自己。耶穌喺度細心聽佢嘅故事，冇錯㗎。呢個女人係好勇敢㗎，因為好勇敢嘅公開自己嘅秘密，公開自己嘅故事。佢呢個故事都唔係一個美麗嘅故事，佢講嘅故事係一個羞恥嘅故事，而且佢冒住被人係去咩啊？被人更加嘅恥辱，被人更加嘅拒絕，結果可以係公開嘅被人趕走。耶穌基督，當耶穌基督細聽婦人嘅故事嘅時候，其他嘅人都喺度聽緊。佢哋睇下耶穌基督點樣回應呢個婦人嘅故事。耶穌就係望住呢個婦人，充滿憐憫嘅係去回應。佢話：女兒，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災病痊癒了。耶穌基督稱呢位嘅女兒，呢位嘅女子嘅行為，同埋佢嗰種宣告、嗰種嘅告白、嗰種 confession 係為有信心。耶穌基督要進一步嘅醫治佢，因為佢雖然身體得到醫治，血停咗啦，但係未得到全人嘅醫治，所以耶穌基督繼續講話：女兒，你嘅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耶穌基督要稱呢位嘅女子為女兒，意思就係話你可以翻到嚟我屋企。你係乾淨嘅啦，你係整全嘅啦。嗱，自此之後，呢個嘅女子可以過新嘅生活，翻到屋企人嘅旁邊，重新學習係冇疾病、冇血漏嗰種嘅生活。而且耶穌基督不單止係醫治咗佢身體，並且醫治咗佢被邊緣化、被排擠、被恥笑，醫治咗佢嘅貧窮。佢可以同好多人一齊去生活自由嘅生活，呢一切都係恩典。神嘅恩典原來係接觸係整個人嘅，包括身體、心理、情感同埋靈性。恩典係從外邊而嚟嘅，係可以超越我哋身體嘅界限，住喺我哋生命嘅裏面，住喺佢裏面，講俾佢聽，佢裏面有乜嘢係隱而未顯嘅罪，同時又裏邊係有乜嘢嘅創傷，因此恩典，神嘅恩典支持佢。所以對於女人嚟講，恩典唔係抽象嘅真理，而係神透過人嘅身體、心靈、思想、講說話、關係，就係喺呢個創傷嘅世界嘅當中，去恢復人嗰種嘅記憶同埋想像，以致叫佢能夠繼續嘅盼望、繼續嘅信靠、繼續嘅愛、繼續嘅被愛。喺呢段嘅時間，我哋一齊成浸家嘅人，帶住係蒙醫治者嘅身份，聽見咗耶穌基督同呢位女子嗰種嘅對話同埋互動。我哋聽見原來生命係有盼望嘅，醫治係可能嘅。原來信心呢唔係指一套嘅信念。
嗱，呢個女人嘅信心其實係有兩個，係紮根喺兩個要點嘅。第一，佢就係認識到自己係唔能夠醫治自己，意識到自己係冇最更加好嘅選擇。第二，佢真係盼望耶穌基督醫治佢嗰個冇人能醫治嘅病。呢兩點就叫佢蹲喺耶穌基督嘅跟前，講出佢生命嘅故事。所以佢嘅信心嘅開始係乜嘢啊？係佢知道自己係唔足夠，自己係唔足夠，需要恩典。所以耶穌基督同佢講話：女兒，你的信救了你。相對嚟講，現代人啊，對創傷嘅睇法常常咧，同呢位嘅女人咧係嘅睇法係唔同嘅。今日嘅人相信自己啦，認為自己係足夠噶啦，相信自己有好多嘅資源去醫到自己啦。我哋有料㗎，我哋掂㗎，我哋有科學同埋理智嘅信心。我哋有科學嘅社群，我哋有其他社群嘅幫助。佢哋常以為憑自己嘅能力就足以醫治自己，好似人定可以升天。呢啲人係十分嘅自信，但係有啲嘅創傷係超乎我哋嘅應付嘅能力，超乎我哋嘅自信嘅。嗱，創傷係咩㗎？創傷係由暴力所造成嘅傷害，暴力係具有毀滅性嘅，所以創傷同一般嘅受苦係唔同。佢不單止係話痛苦嘅程度，創傷係更加高，而且意味住所面對嘅力量、面對嘅災難係要拆毀整個人。拆毀整個人嘅身體、心靈、情感、靈性方面，叫人冇能力去抵抗。根據研究，創傷事件有幾種嘅特徵。第一，創傷使人極度嘅悲傷，將人撳低，甚至叫人要面對被毀滅嘅結果。所以當事人就係徘徊喺生死嘅邊緣，一切既有嘅安全感，一切可以信賴嘅關係，完全冇咗啊！喺受傷嘅過程當中，人喪失自己嘅自我形象，認知嘅功能受阻礙，情感崩潰，行動癱瘓。第二，人喺事件嘅裏面係主觀。係經歷到呢種創傷，係感知到呢種創傷，知道呢啲嘅事情係危險、係威脅。第三，創傷嘅感知唔係單單係一種心理嘅狀態，而係有一啲嘅事實嘅根據。因為咩啊？因為面對洪水、地震、疫情、火災、孩子夭折、孩子受虐待、種族嘅歧視、種種嘅欺凌、霸凌等等。第四，創傷嘅事件對嗰啲唔係發生喺佢身上嘅人，對於嗰啲目擊嘅人、知道嘅人都可以帶嚟創傷，帶嚟情緒嘅破壞。呢種嘅嚴重嘅程度唔會差過佢身體係冇受損傷㗎，可能佢身體冇受損傷，但係佢情緒可以受到好大嘅破壞。所以創傷唔係單單係個人嘅，可以蔓延到群體嘅。第五，創傷嘅事件唔係一次嘅災難嚟嘅，都好似咧係唔顯眼嗰啲都可以係創傷，重重複複發生你嘅身上都係創傷，欺凌啊、被虐待啊、被欺負啊，呢啲可以造成係種種長遠嘅創傷。創傷帶嚟好多嘅記憶，呢啲記憶係點樣出現呢？佢突然間係閃出嚟嘅，
所以當呢啲記憶一閃出嚟、創傷閃出嚟嘅時候，人嘅身體就有反應，人就唔能夠分清楚而家所面對嘅係過往定係現在，分唔清楚。於是人又變得有時高度嘅緊張，好緊張，好緊張；有時咧係變得係高度嘅麻木。其實基督徒你同我都唔能夠幸免於創傷，你話係咪啊？呢啲創傷嘅現象不單止係影響到我哋嘅身體心理，亦影響我哋嘅靈性。可能我哋喺理性上仍然肯定神係我哋嘅主，神係我哋係存在嘅主，但係其實喺我哋情感裏面，我哋冇去信靠，我哋唔感覺到神嘅同在，我哋感覺到神係愛我哋，甚至我哋感覺到神喺度棄絕我哋。呢種嘅狀況可以長期嘅惡化侵蝕我哋嘅生命。弟兄姊妹們，呢個係唔係你嘅狀態啊？今日我哋一齊喺度敬拜，其實我哋諗下，我哋有冇創傷嘅經歷？事實上，我哋真係經歷過創傷，我哋都見證過創傷，我哋整個社會都係受到創傷。過往嘅疫情、過往嘅暴力帶嚟社會嘅創傷，人與人間嘅謊言嘅暴力帶嚟咗我哋每一個人嘅創傷。創傷係難以承受嘅負擔，壓住我哋，搶走我哋嘅能力，叫我哋真係唔能夠自己醫自己嘅。所以面對生命種種嘅創傷，就讓我哋跑到我哋今日所讀嘅經文面前，領受聖經嘅教導，一同去聽，一同去明白，一同去記得。喺今日我哋所讀嘅經文當中，我哋可以今日咧係拎兩點啦，領受兩點啦。第一點，喺個故事嘅當中，我哋見到女人係點樣啊？係向耶穌基督伸出手嚟，去觸摸耶穌基督嘅衣裳，所以得到醫治，啟動咗醫治。每女人嘅伸手觸摸耶穌基督嘅衣裳，係一個關乎真實嘅身體嘅故事。女人嘅身體，一個流血嘅身體，一個受創傷嘅身體。耶穌基督嘅身體同埋衣裳係一個充滿醫治能力嘅身體。所以喺婦人同耶穌基督嘅互動當中，醫治就發生啦。如果咁嘅話，你同我可以點樣同耶穌基督互動？你同我點樣去揾耶穌基督？表面嚟睇，其實實證嚟睇，耶穌基督今日真係唔係與我哋同在嘅喎。因為我哋唔可以好似嗰個婦人咁樣伸出手嚟觸摸耶穌基督嘅衣裳咁樣喎，冇呢件事發生喎。但我哋嘅經歷係乜嘢呢？耶穌基督係用一種信心嘅奇妙嘅邏輯喺我哋嘅中間。耶穌喺我哋嘅咫尺，我哋足以係可以去經歷。喺今早咧有一個嘅故事，一個見證係真嘅。我4點鐘起床嘅時候咧，就要修改今日嘅講章。一位城鎮家嘅姊妹咧喺5時許同我 WhatsApp 分享佢一個生命嘅故事。佢話：爸爸喺舊年因為身體發炎，喺內臟發炎嘅緣故，係好危險啊！喺最危險嘅時候，爸爸願意係接受耶穌基督，所以由我哋城鎮家教會嘅牧師就去到問心志，問完心志喺個手術前嘅一日咧，喺床邊施行水禮。奇妙嘅事情開始發生，爸爸不單止得到救恩，身體得到醫治。所以我回覆話真㗎，呢個故事係真㗎。
冇錯，耶穌基督好似摸唔到佢個衣裳，但係耶穌基督真係近在咫尺，就可以摸得到㗎。所以你同我應該係點樣呢？我哋喺我哋每日嘅祈禱當中，我哋伸出我哋嘅手，觸摸耶穌基督嘅衣裳嘅邊陲。我哋喺我哋嘅公禱會當中，我哋一齊伸出我哋嘅手，觸摸耶穌基督衣裳嘅邊陲。我哋喺今日嘅崇拜當中，我哋一齊伸出我哋嘅手，觸摸耶穌基督衣裳嘅邊陲。我哋喺我哋工作日常嘅生活當中，我哋一齊伸出我哋嘅手，觸摸耶穌基督衣裳嘅邊陲。當然啦，我哋着實真係唔似嗰位婦人咁樣，可以親手摸到耶穌基督衣服嘅衣裳嘅邊陲。不過我哋真係所睇嘅嘢，所知道嘅嘢係多過婦人㗎。我哋譬如就婦人只係知道耶穌基督係一個教師，係一個醫治者，但我哋又知道更加多嘅。我哋知道乜嘢啊？我哋知道耶穌基督係被羅馬人嘅暴力去殺死，佢被敲打、被虐待，佢被嗰啲壓倒性嘅謊言係俾呢度咧被人哋去霸凌。所以耶穌基督知道咩嘅受苦，佢知道咩叫創傷。但係佢個創傷、佢嘅死亡唔係故事嘅結束，佢復活咗啦，最終係能夠醫治一切嘅創傷，醫治我哋眾人嘅創傷。所以當我哋向耶穌基督伸出我哋嘅手嘅時候，我哋知道神係會醫治我哋，因為神嘅復活嘅大能、醫治嘅大能係無限制嘅。或者更加精確嚟講，當我哋問我哋點樣伸手去到耶穌基督嗰度啊，點樣摸到耶穌基督個衣裳嘅邊陲啊，其實我哋應該問耶穌基督點樣嚟去接觸我哋？故事當中嘅女人似乎係主動嘅接觸耶穌基督嗰一位，但係耶穌基督係嗰位係同佢係繼續去互動嘅一位。耶穌基督堅持喺人群當中要揾呢個女人，喺擠擁嘅人群當中要揾個空間，鼓勵呢個女人佢講生命嘅故事。所以第二點我哋要知道嘅，耶穌基督係可信嘅，佢係不懈嘅，冇停止嘅揾我哋啊，亦俾我哋有安全嘅空間講我哋嘅創傷嘅故事，並且醫治我哋不能夠自己醫治自己、自己救自己嘅故事。所以弟兄姊妹們，真嘅，我哋要不斷嘅禱告。你同我嘅存在，因為我哋禱告。當我哋面對創傷嘅時候，我哋禱告，我哋向耶穌基督去哀悼，講我哋創傷嘅故事。我哋知道耶穌基督會轉向我哋，耶穌基督會聽我哋嗰種痛苦，我哋嗰種患難嘅故事，亦會睇下我哋對佢嘅信任有幾多，我哋對佢嘅信心有幾多。嗱，記住，其實我哋嘅信心真係啊，你同我嘅信心，我哋台上所有人嘅信心，牧師嘅信心，我嘅信心真係好似芥菜種咁細咋。我哋嘅信心好似一茶匙嘅酵母咁啫，微不足道。但信心係乜嘢啊？信心就係認識到我哋自己係唔足夠，我哋冇能力去面對呢啲創傷，所以我哋喺戰鬥嘅當中，我哋轉向神。冇錯，呢個信心唔係絕對嘅信心，但係呢個係一個源於盼望嘅信心，係相信神嘅能力超越我哋嘅能力，盼望神嘅全然嘅醫治。我哋都見到啦，今日我哋所讀嘅經文嗰位嘅婦人，血流嘅婦人，佢已經試盡一切㗎啦，佢試過一切就失去一切。唯有當佢靠近耶穌基督嘅時候，佢得到幫助，得到恩典，得着一切，得着神嘅一切，得着神，經歷神嗰種嘅同在。所以信心咁樣講，其實就好似一種直覺咁樣嘅。
直覺就知道唔掂，解釋唔到，真係唔掂，只能夠靠神嘅恩典掂。係嘅，神嘅恩典係奇妙㗎，係超過我哋嘅小信，超過我哋嘅想像，超過我哋嘅直覺。耶穌基督要進一步嘅醫治我哋，叫我哋身體得醫治，叫我哋整個人得醫治同埋潔淨，成為神嘅孩子。冇錯啊，神嘅恩典係會觸及我哋整個人，包括我哋嘅身體、心理、情感、靈性。所以恩典唔係抽象嘅真理，恩典係透過人嘅身體、心靈、思想、說話、關係喺當中恢復我哋嘅想像、我哋嘅思想，以致我哋繼續能夠點啊？去信靠神，我哋去愛神愛人，我哋去被人所愛，被神所愛。大家可能熟悉多士嘅故事。多士佢係點樣呢？佢就係個仔同埋個太太喺分娩嘅過程當中係離世。其實分娩嘅過程中離世意思就話係太太難產 ，BB 咧又出咗世，不過冇幾耐個 BB 都死埋，所以呢個雙重嘅打擊咧，使到呢個多士咧佢係心碎嘅。好多日佢唔能夠食飯，唔能夠瞓覺。佢想像唔到失去咗家人，佢點能夠生活？佢喺創傷嘅當中。喺個嘅安息禮拜之後，佢返到空空嘅屋企，坐喺琴嘅旁邊，佢隨手就彈出咗《親愛主牽我手》呢首歌，有冇聽過啊？識唔識唱啊？一齊唱咧！一個人點樣喺創傷當中得到醫治？對多士嚟講，答案係好直接，轉向耶穌。所以當我哋面對生命嘅創傷嘅時候，我哋被鼓勵一齊去握住耶穌基督，甚至只係握住佢嘅衣裳嘅啲咁多，好似個女人咁樣。我哋係戰驚嘅，但我哋係大膽嘅去接近神。好似個女人咁樣嘅，我哋對到創傷嘅狀態當中，乜嘢都唔識分，係一無所有、一無所知。但係我哋知道，就係我哋不足，
我哋只知道我哋需要耶穌，我哋需要伸手去觸摸耶穌基督嘅衣裳。所以當我哋如此去明白嘅時候，我哋蹲下喺耶穌基督嘅跟前，同耶穌基督講我哋生命創傷嘅故事，同時承認我哋對耶穌基督嗰種嘅信任同埋依賴。所以弟兄姊妹們，當你面對創傷，你需要醫治，要知道耶穌基督正係等緊，佢會傾聽，會祝福，會醫治。就係咁樣，我哋就係咁樣去面對創傷，觸動恩典。阿門。